英国的首相苏纳克伫保守党的年会提出无婚的国家的一个议题，计划要逐党来提悬会当买婚的年会。即马呢，咧代表讲，在2009年了后出世的少年人，因就算讲已经满18岁，也是袂当买婚的。虽然讲有共党的议员对这项措施是态度真保留，也毋过大多数的人拢真肯定。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是伫曼彻斯特的保守党年会宣布，会当年提悬买婚的年纪，话还未讲完，现场随即响起破声。That means a 14-year-old today will never legally be sold a cigarette, and that they and their generation can grow up smoke-free. 苏纳克引用数据指出，英国每5个青少年都有1个人不过婚，5个不婚的相电前有4个伫20岁就开始报。国民健保署 NHS 当年用伫婚害相关的医疗支出达到170亿英镑，大约是6600多亿台票。透过当年提悬合法买婚年纪的措施，有机会让婚害引起的感情死亡人数减少1/4，对于维护国家未来主人的健康是必要的做法。英国主权机构巴纳多伫去年就提出当年提悬买婚年纪的想法，与会议员普遍肯定这项计划。有无共款看法的议员认为真歹限制成年人的行为。I think it's quite sensible to try and persuade people not to smoke, but I don't think you'll find that 58-year-olds will be banned from buying cigarettes. 英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，1970年代不婚人口当年落半，目前全英国有达到600万人不婚。政府希望这项措施会当让不婚的人口在2030年进前减少到5%以下，让少年人在2040年时会当脱离婚害，走向无婚国家的行列。纽西兰国会在2022年通过禁卖婚品予2009年以后的世代，一旦英国也通过法案，会成做欧洲第1个限制少年人买婚的国家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